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的是这对头壳发珠的翁仔某，骗4000人，连钱40亿，逃亡20年，最后伫咧泰国防逮捕归案。这对翁仔某是伫咧台湾设立着假的海外银行的子公司，短短1年就连钱连着40亿。过当年，两翁仔某就宣布讲口座防冻结，公司来倒单，害4000个投资人无得讨。啊，这对翁仔某是来买加勒比海这个小国的护照，过来改名，直接飞到泰国买签证，这个米就是20年。这届台湾甲泰国联手，总算甲因装起来。泰国移民警察穿便衫抓这对翁仔某，因的泰语讲啊真熟拍，不过因是正港的台湾人，提护照出来算是中华民国籍，是加勒比海小国贝里斯的护照。原来因早就去调查局通缉。这个防通缉的翁仔某，23年前伫咧台湾建设立地文的公司，对外骗讲是欧洲日内瓦集团立地文银行子公司向投资钱，想到过当年就讲海外口座防冻起来，公司倒去，超过4000人受害，诈骗的金额嘛才要40亿新台币。上可恶的是，这对翁仔某龟卡扫出来，就开真侪钱买贝里斯的护照，名声改过来嘛飞到泰国去比，开真侪钱摕到精英的签证，就算去调查局通缉。因伫咧泰国嘛是过甲真享受，住伫咧曼谷的好业厝，生活是过甲不加舒适。คงต้องอายัดแน่นอนครับแต่ตอนนี้คงยังไม่ได้อายัดคงต้องไปดู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ถือกรรมสิทธิ์ว่ากรรมสิทธิ์นั้นเนี่ยใช้ชื่อเขาถือหรือว่าใช้โนมินีถืออันนี้คงจะต้องอยู่ในช่วงของการขยายผลทางการสืบสวนก่อนครับ。泰国移民警察抓到这对翁仔某时，因早就已经买好机票、拖行李，准备飞到新加坡。加在早一步紧甲因抓落来，调查局嘛当准备甲因遣送回去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